兄弟们，苹果手机又开始大跳水了，现在拿了一批回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些都是14PM， 这批14PM， 20多张，20多张拿下来的，还有这些16PM， 这几台16PM， 跟这种16PM， 有个黑点，这里有个踩点的，48张，这一堆拿回来，有黑点有踩点的，我们拿回来都是一堆拿回来，档口老板都是算48张给我们，不管显示大小，像这种小小的黑点，小小的踩点，像这种手机性价比很高的。好的机器16PM， 现在市场价要6000多，像这种不到5000，相差了1000多，你们说香不香？有需要这种又高端又便宜的手机，你关注我阿狗吧。